周姑娘，我大個啦，我好想同啲同學出去玩，學喺個社區裏邊咧獨立咁生活。但係我又冇能力自己推輪椅喎，你可唔可以咧幫我申請基金買一部電動輪椅啊？係啊，你真係大個啦，你真係要學習咧自己獨立喺個社區裏邊生活啦。以你嘅情況，如果冇電動輪椅嘅話，又真係好難出街噶。而家嘅電動輪椅啊，真係一啲都唔平啊，揦埋都要6-7萬一部噶。等我諗下先，自強協會嘅公益金電動輪椅呢，助你自強嘅基金應該可以幫到你。呢個基金嘅目的係支援有經濟困難嘅肢體殘疾人士啊，獲得合適嘅電動輪椅，令到佢哋可以獨立喺社區裏面生活嘅。有經濟困難即係點啊？有咩標準㗎？即係按政府提出嘅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計算咯，仲有資產嘅上限添㗎。如果你想知道詳情嘅話呢，你可以打電話去查詢嘅。咁就得㗎啦。唔好咁心急，你仲要係香港嘅永久居民，屬於肢體嘅殘疾人士，冇領取綜援，亦都冇領取政府資助嘅康復器材嘅家庭。好多基金都有年齡限制㗎喎，我今年13歲啦，會唔會唔合資格申請呢？自強協會呢隻基金呢，係好少數嘅冇年齡限制嘅基金嚟嘅。仲有就係唔同嘅基金呢都有呢個資助額嘅，咁呢個基金嘅資助額到底係幾多啊？呢隻基金嘅資助額可以去到5萬蚊㗎，而佢係坊間少有咁高資助額嘅基金。仲有一點咧，令到人好興奮嘅就係，如果你有特別嘅情況咧，你可以同佢哋講，甚至佢哋可以咧係上調呢一個資助額嘅。我見過一個學生係因為特別嘅需要而買比較貴嘅輪椅，佢咧最高嘅資助額竟然可以去到72,000蚊添。哇！我真係從來未聽過咧，坊間有咁高資助額嘅基金啊！你快啲幫我申請啦！